各位同學，你哋好啊！今日想同大家探討第4個嘅 MC 考試嘅出題考法啦，關於 demand and supply 嘅部分。除咗之前所提及過啦，市場均衡啊，影響需求供給因素啊，或者係問你價格、交易量上升下跌嗰啲簡單考法之外啦，其實呢一種嘅第4種考法呢，係同學經常忽略㗎，就係關於叫做界定彈性 （identify elasticity） 嘅考法。咁啲同學就喺度諗啦，阿 Sir 我知啊，你梗係講緊嗰啲咩影響稅務負擔啊、高彈性、低彈性嗰啲啦，唔係嗰啲。你梗係講緊計彈性啦，唔係呢啲啊，呢啲同學一定咧有警惕性、有所準備㗎。我所講嘅係條題目入面，佢會俾咗一個影響需求供應嘅一個情景俾你，然之後咧話俾你聽價格啊、交易量等等上升下跌嘅資料嘅一種考法。嗱，講咁多咧，同學都未必明，不如攞條例子同你探討下，好冇？嗱，望下第38條嘅題目咧，就見到咧一目了然㗎啦。嗱，望下呢度啊嚇，假設旺角突然間下雨，結果雨傘價格上升，總收益亦都上升咗100%。咁叫你做翻個結論，講緊咧，究竟呢一度所描述嘅呢個情況啊，係講緊雨傘嘅需求彈性啦，定係雨傘嘅供應彈性喎？咁有啲同學就好衝動啦，見到價格升，然之後總收益又升喎，啲老師教㗎嘛，價格升咧，總收益又升咧，需求彈性一定係乜嘢啊？係低啦，係咪啊 ？OK， 嗱呢種諗法咪錯咯，你睇清楚啊！今次呢一句 statement 咧係講緊需求影響嘅因素嚟㗎。旺角突然下雨，雨傘嘅需求梗係增加啦，係咪啊 ？OK， 咁所以咧今次係一個影響 demand 嘅一個部分。嗱。所以咧 ，that's why 你見到咧條題目有個陷阱㗎。A、B、C 咧都提及到雨傘嘅需求，有啲同學見到咧個因素影響需求咧，就通常唔知點解硬係中意揀咧個需求彈性嗰啲嘅答案㗎喎。嗱，你記住一樣嘢啊，需求影響嘅因素咧，通常我哋睇嘅咧係供應彈性。嗱，你唔明嘅話咧唔緊要，而家望下咧我 show 出嚟嘅呢個 diagram 咧，你就會明白㗎啦。嗱，呢一張彩色嘅 handout 咧，同學都可以喺我嘅網上面嘅平台啦，可以下載得到啦。嗱，望住呢度咯喎，影響需求的因素嘅呢一個表啊嚇。嗱，望住啦，而家雨傘方面咧個需求增加啦，見唔見到啊？需求曲線由 D1 移動去 D2 啊嘛，係咪啊？我哋係點移動㗎？我哋係沿住條供應曲線 supply curve 移動㗎嘛。由 D1 移到 D2 嘅時候，我哋係會由呢一個白色嘅左邊呢個均衡嘅原點，逐漸移到去上面呢一個嘅白色均衡原點啊嘛。個 equilibrium point 係咁樣 change 㗎嘛。所以你見到一樣嘢㗎，就係需求曲線移動嘅時候，均衡點係沿住供應曲線移動㗎。換句話說，我哋所依賴嘅係供應曲線嘅斜率，係供應曲線嘅彈性。所以記住啊嚇，需求曲線移動嘅時候，我哋係沿住供應曲線，我哋睇嘅咧就係供應彈性 （supply elasticity）。OK，所以換句話說，你一見親 demand 嘅 factor 嘅時候，我哋第一下即刻諗起嘅就係 ES（elasticity of supply），關於供應彈性嘅答案。由於 A、B、C 嘅答案都係提及到需求，所以今次嘅答案一定係 D。以上皆不正確。OK。考試嘅 trap 位咧，就係令到大家揀咗 A、B、C 其中一個，其實今次嘅答案就係 D 嘅嚇。好啦，睇多一條題目啊，好唔好啊？望下第37條嘅題目啦。今次咧就假設咗做乜嘢啊？香港爆發另外一次禽流感喎。There's another outbreak of avian flu。OK， 另外一次嘅禽流感出現咯喎。今次講口罩呢一種產品。咁禽流感出現啦，口罩嘅產品嘅需求一定係增加啦。疫症咧會令到口罩需求增加㗎嘛。同樣地啦，需求增加點樣啊？需求增加，我哋係沿住條供應曲線去移動㗎噃，所以我哋睇嘅係供應彈性 （supply elasticity）。換句話說，我哋即時拋走咗嘅咧，就會係 A 同 B 兩個答案啦，因為 A 同 B 咧都提及到 demand elasticity 需求彈性啦，係咪啊？好啦，望下呢度咯喎。價格升咗40%，最後交易量升咗38%，改變咗38%。OK， 價格升咗40%，交易量改變38%。留意下呢一度啊，即係話個交易量嘅改變嘅敏感度咧係低過價格嘅。咁呢個係乜嘢啊？呢個咪
低彈性咯 ，inelastic 咯，所以今次嘅答案就係 D 啦。你見到我哋咧好快可以解讀到個答案嘅，只要同學判斷到個交易量嗰個變幅係低過個價格變幅，你就知道係低彈性啦。同學只要判斷到係 demand 改變，就會判斷到係關於 supply elasticity 啦，係咪啊？係一個好容易做嘅一種嘅考試嘅案例嚟㗎。